真的很嗨耶，全部都没戴口罩。嗨，嘿，可以先暂停一下啊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不是啊，现在疫情期间呢，你们这样子。好像好4个。会不会太夸张啊？他们全部都没戴口罩，那赶快收啊！好，我们收一收啊，来。妈妈是哪一个？不是，我们你名字是什么？你们已经来了。哦，啊，你们有喝酒了，不要骑车好不好？不要骑车开车。我们没有。你的名字啊？你的名字？高美珍。啊，我去我看一下。打扰了人家了啦。你们既然来了，卫生局的，你们就不打扰我。所以你地址要写在这边哈。对。他刚刚另外一个要写哪里？那个给他们原本的地址，啊，今天是我家。啊，还有刚刚那个总共8个人，赶快一个个叫出来，快点。我写过来那个，我还有一个儿子。我们才写2、3个而已，那边几个？才写1个而已。你2、3、4，这样才4个，你还有4个人呢。你还有4个人，快点。本所于14日晚间接获民众报案表示，在大园区大海里一处巷弄内有多人群聚饮酒唱歌，妨碍安宁。警方获报后到场查看，发现现场共有5男3女，均未佩戴口罩。警方立即要求其解散，并依规定填写《传染病防治法稽查表》，函请卫生局裁罚。